虽然讲这个风台是伫咧台东登陆，不过花莲也传出灾情啊。亲像富里倒溪局里也拢传出水崩山，特别是较晚山区的部落是搁较严重。根据调查县政府的统计，目前体力人数是3414个人。另外，当咧采收的这个板当中，大部分是拢倒丛，损失是真严重。 土流和倒溪乡真侪庄仔头拢淹起，公司头前的车路含倒溪国小的运动场，看起来敢若一条河。三里部落的土流直接冲入去民家厝，仑山部落12人，国发生土石流差一点嘛淹着厝。中正部落含倒溪部落的族人较紧脱离。一些我们解释机保全户的一个人员呢，我们先安置这里的大概有120人左右啊。那目前本乡还有一些联络道路，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豪雨。 造成了一个崩塌的一个状况。玉里镇193管道水被覆退，警方已经封路。台湾里的社区内嘛4个拢是土水。原城里有95岁的老大人需要警方来帮助撤离，好好灌入去玉里病院天崩漏水，日记的稻啊嘛拢倒去。现在我们大屿社区已经变成一个孤岛了，真的没有办法进出了。我从回乡到现在20年，第一次遇过那么严重的台风，而且在我们正要收成的时候，我只能说非常无言。 另外，伫水水乡水上村的大牌土水熊熊淹起来，这个山顶的风雨更较惊人，嘛影响红叶部落。真侪民众因家的门口口拢有土流。北区的吉安乡是出现真侪所在淹水，有车和风是扫甲变过。寿丰乡山边路含秀林乡山区的部落，拢出现内山做大水。一阵强风，车子就整台飞起来了。在此提醒保全户的民众，保持依亲或在收容所。 暂时避难。另外，花莲溪的出海口溪水熊熊淹起来，花莲大桥嘛，因为水位特别到桥面紧急封起来。黄滨乡石梯坪渔港是有船艘啊登去，伫港内4个浪。抗瑞风台虽然是伫台东登陆，但对花莲造成的灾情同款袂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